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今仔日来公布伊竞选办公室的重要干部，做一届就公布5个，其中由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溥聪来担任着执行长，台南市的前议员谢龙介来做组织的副调集人。也毋过，这个名单一个公布，就引来着民进党大来口说，讲侯友宜是以无帮盘作为选战的目标。 金溥聪前秘书长来担任我选举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。新娘介绍，当年级的幕僚外号金小岛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，将变成侯友宜这摆竞选过程中上重要的总领导。他非常正派，他很诚实，也很诚恳。我愿意尽我个人的力量来帮侯市长打赢这场仗。 唔然后当年级的幕僚团队的成员还佫有伊。看到你大家真欢喜。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做组织的副调集人，另外一位副调集人是前国民党立委林凤池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詹明忠做总调集人，负责地方的组织；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志军做国政顾问调集人，研究重要的政策。 侯志宁一个手宣布5位重要的干部，地方的整合进度甲党中央分工变成一个焦点。立营甲经体讲拢无啥物创意，干那诉求基本盘。由要当选转变为求活下去，也就是不能崩盘。 不能变为老三。我们最需要一个球队老板，拿资源出来，给我们精神喊话，让我们在前线呢打仗的时候能够士气高昂。已经有一个老板了，我刚刚讲去了，我们有主席在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能恶心去另外找球队老板？ 进前党主席朱立伦才承认讲，确实选举的步调有较乱。金溥聪这话意有所指，侯友宜参选2024的大选，团队成员一个就箭头的位置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